唔知大家有冇對住自己嘅仔女講過，你要乖啊，如果唔係，我哋唔錫你㗎。又或者係你唔好令到爹哋媽咪失望啊。呢啲說話聽落好似好普通，甚至好多人細個都曾經聽過。但講出呢啲說話嘅父母，其實佢哋用緊嘅就係情感勒索。所謂嘅情感勒索，就係透過內疚感、恐懼感同埋責任感，去迫使對方服從自己嘅要求。佢可以係好明顯嘅威脅，例如係如果你今次再唔合格，你就知死。但亦都可以係睇落毫無傷害，甚至帶啲委屈感嘅說話，例如係我哋咁辛苦供你讀書，你唔好令我哋失望啊。又或者我哋都係為你好，你要信父母，父母係唔會點你嘅。呢啲說話令到子女覺得自己嘅價值同愛係有條件嘅，同時間亦都令子女會覺得唔聽父母嘅說話就係表示不孝順。久而久之，佢哋可能會變得壓抑自己嘅感受，唔係好咁表達自己真正嘅諗法。其實唔少家長都唔係有意想咁講嘅，只係因為自己細個嘅時候都曾經經歷過同樣嘅對待。因為教育觀係會影響下一代，令下一代不自覺咁樣複製，繼續用內疚感去管教自己嘅子女。另外，有啲家長內心其實係充滿焦慮嘅，佢哋擔心孩子失敗，於是就用情感勒索去推動孩子正確嘅路，但係咁樣反而可能會適得其反，令孩子對學習、生活嘅壓力，甚至影響咗親子關係。情感勒索對孩子影響深遠，佢哋可能會因為習慣迎合大人而變得過度嘅討好，將來冇辦法學識拒絕別人，又或者習慣壓抑自己嘅情緒，長遠影響咗自己嘅心理健康。最嚴重嘅係，可能佢哋會對自己失去自信，總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唔夠完美，做決定嘅時候又冇信心，甚至唔知道自己究竟真正想要做啲乜嘢。家長要避免呢一種無意間對孩子施加嘅傷害，第一步就係要學識覺察下自己嘅說話內容。例如，當你想講一句令對方有內疚感嘅說話嘅時候，請你先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我咁樣講係咪真係幫緊佢嘅呢？好似本來你可能會話，我咁錫你，你點解要咁對我？呢一種講法會令到小朋友產生內疚感，覺得自己做咗好多錯事，甚至乎因為自己嘅內疚而勉強接受家長嘅要求。但係如果我哋將個方式換轉，效果就可能完全唔同。例如，爹哋媽咪想了解你點解有咁嘅選擇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傾下呢？咁樣去講，唔單止唔會造成壓力，反而可以令自己嘅子女更加願意表達自己嘅諗法，建立更加好嘅溝通習慣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另一個方法就係學識表達自己真正嘅感受，而唔係透過令到對方內疚去迫使對方做自己想要去做嘅嘢。例如係有時家長可能會講，如果你今次再唔俾心機考好啲，咁你就真係對我哋唔住啦。呢句說話可能會令子女覺得自己考得唔好，唔單止係成績問題，仲係對唔住父母，甚至會因為咁樣嘅內疚而變得壓力更大，影響咗學習嘅動力。但係如果我哋換個方法，例如係同佢講，我哋最擔心嘅唔係你嘅成績，因為只要你盡咗力，成績已經係其次啦。
咁樣去講，唔單止能夠讓你嘅子女知道你係關心佢，更唔會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呢做錯嘢或者做得唔好，反而會更加願意向住努力嗰個方向去進步。子女都有佢哋自己嘅想法，佢哋嘅諗法同我哋唔相同，唔一定代表咗佢哋就係反叛，而係佢哋想表達自己嘅意見。家長可以多啲聆聽佢哋點諗，而唔係單純咁用父母嘅權威去壓住佢哋。另外，教導孩子負責任係應該建立清晰嘅界線，而唔係內疚感。好似你可以決定點樣用你嘅零用錢，但係你要記住，你一旦用晒，你就要自己負責任。咁樣可以幫佢學識到自己管理，而唔係因為由於要對唔住父母，所以就唔敢亂咁用錢。真正嘅健康親子關係唔應該建立喺內疚同恐懼感之上，而係互相理解、尊重同支持。家長同子女之間最重要嘅，講到尾都係信任。如果經常透過情感勒索去逼對方服從，當孩子慢慢長大，孩子所感受到嘅就唔再係父母多年俾自己嘅愛，反而係不斷施加嘅壓力。當父母做得好，孩子感受到嘅才係真正嘅被理解、被尊重，佢哋自然會更加願意同我哋做家長嘅溝通，關係先能夠更加緊密。改變從今日開始，嘗試放低我哋情感勒索嘅技巧，學習用愛同尊重陪伴我哋嘅仔女一齊成長。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。